震撼路过蓝王金面馆3年份起子，吃脱碗面。到现在才是摊头啊，卖菜。蓝王金面馆今朝6日天还非要排队，人3点。蓝王金肉馒头。拿一份蛋汁大排面，再拿一个三花面。记得搿些辰光刚刚开张的辰光来吃，还没搿点煎团呢。现在品种多着，每日天有50只鸡、6只鸭、2斤猪骨头到汤底，一双眼睛刚嘴巴缩得拿得起着，速度蛮快，一碗就是2个字。哎，有没有了？来，大排面好了啊。好。咱的面可以免费续加的啊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啊。埃个是我的，我帮你点个三花面，难吃的海底。那个排骨头的。三香面。要把这个虾仁放面里面快速拌一下比较好吃。来，萝卜菜。米蛋的哈。那个。一些些功夫，人才多起来着。面吃黑，边浪向馒头点微微，手工鲜肉板。那个肉馒头叫多少钱呀？25块，几只？10只鸭蛋。那么我拿一呀。要饭就来尝尝看。阿姨，晚上这个馒头你吃几个？我吃3个了吧。肉蛮结实，不错。